报告的能帐篷不能到干要上，农南小熊2001星期四农历周日9周，农南没有山部的蒙查完。清华大学教授西兰斯坦拉亚完成抓录古抓展牛科技探索。蒙卡省狗被告人大的老沙会议的代表发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省政协主席李江要卡省人大政协会多占用。参加文山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央调查工作会议定上向南央办的一路重点内容，河南派出第一类桥，是说草制国家战略科技探索华完。其内容呢，要我前半年，同那被一次谋杀清华大学教授西兰要我讲下来。西兰要清华大学数十名学员演讲，我那都是做研究，可用被国家自查体系。鸟你沙罗。画出查理一黑，只管要掌高国际调查、科技见证各级的铁路，还是抽到被国家华完查探索，抽至啥质量华完，都要源头找抓入国家战略科技探索。说到底呢，就是针对被国家华南制造了一查困难、一查跨境这样的问题，被亚马操盘探索动因收入，受的几年个只查探索路。哈么研究性大学谈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呢？科技自查要一切很难办的内容，也源头操盘抓起多和实说，也要花容人团队新型结果体制优势，抽制科研研究、高效探索的容配置它资源贡献，团队今年要和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加抓战自查主体，让团队查探索。掌高华南今年办基础研究探索之路，西南哈达。五中全会决定也特别提出要鼓励啊。至少中央全会决定拉提到达，要鼓励今年要基础研究对南导师说导师展望办，展示中小企业它创新平台挖得的创新生态环境，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多体合作，保证对融知识要企业时，通过职场展示被的发展优势场。西南哈达抓入国家战略科技探索，一定要继续办上科技体制改革，此可刺出的激励机制，它科技评价机制，落实用短板到用内容对就稳定查对机智能，是出来受科研短期的积极性，它创造性。落来抓入国家战略科技探索，只要大约9周中接学话，还要开朗好中，加多子多和多停板，多体自查。这一次完大对那厂里领，一次完大对那职场体系，应该还被挖到上海。亲切话要努干的启示，芝麻都多难丢，那芝麻路国家丢最太多路启示呢。要是让大对那厂里领，大对那职场领，那就被头丢丢只改只搞的挖沙转成往外摸。一定能够找。莫卡省各被改人大老沙会议的代表发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第个布罗执行规划谈，向280北求者原版达内容纲要草案。要投审议，对代表下达政府工作报告正多党对从多到干，对他的莫习近平拿上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卡，他的今南挖多上头挖习近平总书记要投考察今南挖的重要讲头精神。我沙转成早班内容也样都要为了密切努力年的发展。农谈报告我多次过沙了莫说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报告随着发展求沙，到我发展理念差，次展发展格局差，找沙质量发展闸路，科学精准的我宏观政策。获得了中央调查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各界各以上请会的部署要求，政治经济上，从各路方面都安排向280能够以样板的内容，样板的内容呢都融合，落内容都混淆应当的实际情况。报告他纲要总共版内容样样都要为了密切落思想呢，只管以上为密切办的各路容事，还是项目安排，都要莫使着为密切可容呢。将密集能一多一容或一多一长多其内容呢找到第一。我一人代表，我赞同第9布罗执行规划纲要谈政府工作报告。
三座向奥查林能够给南给台给阿给来到瓦罗，对代表哈的向奥查林能够北京南山瓦沙转成早发展理念差到瓦沙质量发展要求，经青山最路难弱始终帮他口大，前面我到小看社会，办不了来弄办到容的瓦容，办不了来弄办到容很，可惜我那哈。云南省采纳把乡路到中靠汉地区的群众我能不了问题都找改进了，南向对南到乡路知道没落嘞。施政所限就是民生的所限。那么今年对于我们办理内诺就像米业最三月同办理，湘南被临沧挖到了给楼，挖到了高速给车，被感受到单横猫沙被同着地球，加被米业路能挖到摇花容。鸟头生意多次对下的，云南省统筹草制反贪防治毛对他伢子社会化完，加群生伢子找大头化完收入，使说包的群众都容能挖，到下的困难落很都很，但怪云南内农办都容，加多次对容杀很。最受杀的叫反贪防治毛对内农办都容，特别叫北京南省中东州古脚领者内议惨斗间。反贪防治毛对自动州给了北国家其内容的引致的职容版，但怪云南对没本事，没国家西南那考中肉容肉抓，他的本站狗道中内容办道中，基础设施一多一容，不二是划算压挖的项目，一划也是100万只差一来咋了挖，本多那咋，要云南要算到的了，北下搜索挖到城市大脑。一般能够米的没重新设定完引进鸟进东挖，鸟头审查地个不老指向规划他向奥查林北球之样板大的内诺纲要草案，对代表下的纲要草案受到向奥查林北球之若全国以此基本挖做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到一路打造中卫，北路全面挖到目标，在二路就叫这种啥的使用办他口大。保证地个不老指向规划都占用动态办的内容办到上。建议内老头反错了地球伢挖伢长挖法呢，多次多户使用挖国家级行政制造你激情，没条件最终来云南中部地区挖重点，挖升级统筹，这是多地合作办的战略。华南北镇挖让准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地构制查地有反会议，南下北最要紧内容。北亚我多种在到习近平总书记接到昆明开会的种花高，在谋划推进互联互通以及线通高速的大交通。要头是说草制互联互通它，挖做错路线流通高速给车，那样都是咱们可登记么子给的国道省道给车高。包厢最路的优势要鸟找得着求，最路的优势要开放发展，但过开放发展。要搜索么基础设施挖容，要来地个不老指向规划多占用，再要被使用挖基础设施的容占容用。既要高质量，同时呢也要加快速度。只单要挖做少质量发展，那要挖做发展多山。被造哪项产动至开发，使用挖哪项产动至开放地区，重点要在走廊枢纽功能定位，完多混动着澳洲给南路以此么。重点刺可开放裸裸、大多、容狗、容积瓦石、容鸟类德红。赵景、李小三、张太英、冯志礼、杨宝进、李培、王淑芬、王新干、胡良辉、刘洪进、邱江、张志礼、侯进锦、王光辉着错路代表团分组审议审查还将落，一定能够找当手段。深圳市主席李江参加文山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地个不老指向规划它，向奥查林北球之样板大内诺纲要草案。李江下达政府工作报告，他纲要草案，我多从拖到了中央要求，成为部署米业沙山，要整个米业不容探索，加多次我沙古头办出来种报告，他种纲要，也整个促向奥查林北球之。做全国一次基本挖出现代化目标都种基础，自此考察。整个报告提到各路方面的重点内容，抓重落实，抓重全县亚茶化完，筹资热茶化完，产业化完，抓重民营亚茶化完，
我多种陆市中中央他越南省几条的政策措施，试图营造最终的瓦兰落环境，抓重科技制差，他培养more本事的短能，掌握云南省的资源优势，掌握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能，加入科学研究探索，试图培养人才队伍，服务云南调查社会少质量化完。丽江加沙他万达文山州集训拖头到只要注意办他查州末的起草精神，试图抓重办送抓铁内诺，为全省提高不了志向受众度适度探索。鸟头开会，杨福生、张竹林、黄明勇、杨波、杨延辉、周家宝、陈勇等代表呢得干发言，观察政府工作报告活动中，观察最难他提高不了志向规划都占用内诺办到中，对办送向呢抓铁内诺提到意见建议。一定能够找单给云南省的个北改人民代表大会第80会议，鸟昆明还跟会谈卡莫，农党大省长王一波代表省人民政府，我的政府工作报告，北文山莫开会的代表委员都过杀了。一定能够找单给北文山这莫北省开会的人大代表他正式委员，若请省错了对起的代表委员一次过杀了莫后去开会，但给个决定证。那会鸟头唱过过肯定，代省长王一波代表省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从一路方面全面总结向230能够云南省办理内诺，分析同南青省亚查社会发展莫的结合他问题，还对办中向南的内诺提到了各路方面的重点内容。北文山的代表对下达农单报告叫你把过啥了？报告非常充实。总结了报告下到货下到中，总结了北云南省第个北路志向规划路办的内容内诺，特别是向230能够冇得路路，北云南省内诺还办到内容，我被过啥了？胡报告分析问题分析到中，特别要提到奥罗北桥分拨它北路高分拨往至楼子桥路，报道有鸟的好条楼子桥路，查等查准样办达的内诺。为办的个不老志向规划的内容提到容纠结都得了容给。整个工作报告可以说呢，这个做得非常实，数据非常充分，尤其是整个报告可以下到容很，提到了很多数据，特别是有很多地球，调查准备云南省着经过一查发达地球比还是往这楼子角落，通过数据下落，查得有我制作起来的报道的好本感，对那个志向的规划。可以下宏高云南的发展实际情况，被对过啥了，人上那个云南走化到要化中，特别是随着华完内诺技能提到了几路方面，特别是没得很多容纠结、容政策，农单报告我过啥了，那家本城少单被农村走化到要化中。我那里他给我给龙梦，被一次路给一路龙抓。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故事”。故事，苗语是这样说的：龙抓。请跟我一起说：故事，龙抓。龙抓。故事。奶奶给我讲过3只猫的故事。哥伯如果看了背多去落龙抓呢？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甚至乱。让人把决定能掌控，弄那里蒙差就还装的呢，甚至乱。